分钟朋友食饱未？老师，我变一个水查囡仔，哈哈。迄个蒙娜丽莎呢？对哦，我这是迄个一片足大片的，有人看过无哈？讲伫土耳其足有名的哦。迄阵迄个挖出来是上大还是上大是的？拢有破去啊，下骹喙的部分无去啊。这是迄个马赛克哦，这毋是画哦。石头摆甲安尼无简单呢。石头摆的哦，有人看过无？这就是咱讲土耳其的蒙娜丽莎，大家人有看过无啊？有人看过即个土耳其的蒙娜丽莎无？用石头摆甲迄目睭出活的，这无简单哦。嘿啊，而且吼，咱今仔要讲足侪故事有无？这拢是假的故事啊吼，这个是啥物神话，对吧？但是吼，伫欧洲，因所有的艺术啊，还是音乐啊，差不多拢对希腊的神话来发展。真正的哦，嘿，你若伫遮吼会看到足侪，无论是雕刻画，还是啥物吼，含遮的神话拢做有关系，而且跟咱的名嘛有关系哦。咱即个欧洲含啥物亚洲对吧？亚洲亚细亚。是看即个即张图哦，是咧讲今仔日要讲的故事，就是马赛克的博物馆哦。即个博物馆，所存的物件是拢对水底挖起来。即条水哦，即条就是幼发拉底啦，叫做博拉大河啊。是哦，对博拉大河挖出来的物件，因为伊要做一个水坝。做迄个水坝的是得爱土甲挖深落，水涨起来，土挖深无意中煞挖着足侪宝贵的古早时代的马赛克啦。就是讲咱人的生活哦，几百年迄个城市的水味啊，水味就足侪土啦、土粉啦。甲伊砍掉，以后的人搁伫顶悬起厝，安尼一层一层砍落，所以古早无啦伫即个还未挖着以前吼，已经有人咧开始咧考古学家吼，有咧挖即个附近遮的较早的古物，毋过拢挖袂着，直到要做水库的是挖深落，才发现遮尔济，所以就甲伊。遮马赛克拢甲伊搬起来，一个诸葛嘛，迄个城，迄个城市啦。即个，诚远嘞吼，搬诚远，搬来遮。咱较早有讲过，伫遮咧啉咖啡啊啦。你袂记咧，会记转去看较早讲的啦吼。安尼真正有厉害哦！来遮的时就看到即个，就是即个啦吼，即条河的水底啦，即摆100公尺。较早就拢伫即个水底啊。因为拢有水引起啊嘛。是，拄个嘛，mosaic 马赛克来遮吼，搬来遮，应该用绿豆吼，伊这是假的啦吼。假的哦，这绿豆假伫迄个路的边啊吼，做绿豆的模型，毋过做足大只。所以这是博物馆的。博物馆的入口，咱看迄拢伫因水底挖出来物件，入去就发现讲，原来较早的人因的客厅啦，还是讲房间啦，所有的画拢是用石头摆。因为用石头摆，所以当存咧规清冬的，阁有伫咧，几个百冬后抑阁是水水。若讲用画、用纸画，老早就无去啊。用石头摆啊！你看用石头摆甲迄目睭遐尔活甲讲你若行去倒边，伊就看你；你行去正面，伊嘛在看你。迄目睭因哪像会转哦？你即摆甲试看觅。正面、倒边，伊拢咧上面。用电视试看觅安尼啊吼。所以咱讲这是1987年，对无？
迄个你去水坝诶时吼，水坝是乌着看着啊，连水底乌起来，一个古城，有一寡有破损去了吼。伊个喙可能足水哦，毋过咱看袂着诶，无人有法度甲排去，袂当个排像原地安尼。毋知伊是原地是安那诶啦吼，所以伊为着要保存即个吼，即个涂骹嘛是。好甲在目睭个伫咧。是，对哦，这目睭上重要吼。所以伊伫遮叫做什么嘉记安泰埔啊吼。嘉记安泰埔的，较早咱啉咖啡啊，就讲世界第一间咖啡馆，就是伫即个所在啊。哦，所以是当时听讲是世界上大诶马赛克博。较早因为遮是交通诶重要诶所在，伫亚洲、欧洲，还是讲非洲的南北啦，还是东西，伫即个所在交通，所以嘉记安泰埔伊诶意思就是桥啦，就是讲桥梁诶意思。伊遐所在动物，你看，伊遐入口是有一个相片哦。其实迄张相片有一个故事啦，就是有一个英雄，伊是查甫诶，毋过伊若要吼听到人甲伊讲，伊若去参加特洛伊战争哦，就会死。所以就甲伊化作女装啦，男查甫诶变做查某囡仔，互伊甲。可能是因宫内的查某囡仔生活做伙，毋过有一个足有智慧的人哦，迄个足有智慧的人哦，就是奥德修斯。伊安那伊设计一个讲，我要安那甲即个查甫囡仔掠出来，伊就用足侪珠宝、足水的珠宝，甲有迄个武器，有迄个枪啊啥武器，两项放伫一间厅，然后将遐宫女就是足侪宫内皇宫诶物件，查囡仔拢甲叫去，叫去，逐个人拢好，看到迄个一直闪发光诶珠宝，拢一直看，敢若有一个一直看迄支武器，顺续去甲掠，敢若对迄珠宝拢无意思，一个就互掠去啊。就讲即个就是假的，即个一定查甫的，真正甲掠去。即个英雄真正去参加特洛伊战争，战争的是伊就伫遐死啊。哦，嘿嘿嘿，真侪故事哦。所以遮即个城吼，是啥物？罗马罗马时代的，伊对罗马时代的拢足重要，所以遮建设其实拢。罗马时代啊，毋过因诶故事拢是希腊诶神话。嘿啊，爱加一寡故事，较有人去看呢。所以其实艺术，所有诶艺术拢对希腊诶神话发展出来。是，所以即个话吼，其实伊诶名毋是蒙娜丽莎哦，伊叫做吉普无人讲吉普赛女人哦，其实哦，即名黑白名，无人知影伊啥物啦。咱是讲有人也想讲即个作是吉普赛，因为伊头毛，你看伊头毛诶色地足侪色，个安尼乱吼，伊是想讲这作是吉普赛。即个掠枪诶，即个就是互掠去特洛伊战争。这战争诶时就战死诶，就是即个故事啊。所以是老师。是现代人哦，遐其中是一个老师哦，现代迄毋是古早人哦。就是拄则老师咧讲诶即个故事啊，所以即个拄则迄个讲，听讲是什么吉普赛女人是西元2世纪哦，足老啦吼。2世纪，就差不多300年左右啦。所以伊是熟足水啊，吼，足侪无共款。200、300年迄个时代，已经离开即阵已经有到尾2000年去啊。是，就是讲你看放咧青瓦当抑个是遐尼水，可见用石头排吼，马赛克伊有足侪料伫内面，可能有玻璃方面拢有。即个因诶动物，较早因诶动物就甲画伫因诶客厅，这是地板。因诶客厅顶悬就用迄石头排甲遐尼水，这可能是好野人诶厝啦吼。
嘿，所以这个是石板，毋是地毯哦，看起来做辛苦毋是地毯哦，是迄马赛克哦，真所以内底拢全部拢是马赛克，全部拢马赛克啦。你是下骹，这看起来都是亚当夏娃的故事，敢是？这有哪一个？我知影这有哪一个爱情故事？是，所以伊听讲这是玻璃啊，拄仔老师讲的石材，有石头有玻璃，有烧做马赛克的，咱即摆拢讲马赛克。就是讲伊会当保存几啊百吨的因为色味拢袂变嘛，色伫迄款色的石头就是迄款色。是，这是就是第一楼的所在有一寡设备啦。你看因将水底挖起来，规个客厅的装潢摆设拢家放伫遮。然后你看涂骹阁是摆甲遐尼水，摆这有哪是爱摆足久啦，毋是讲真紧就会摆起来。这瓷砖的而且你还阁知影迄阵是安怎摆所以这是爱细地摆呢，毋是讲厉害的艺术就对啊。另外即身伫门口遐就有啊，这个足重要哦。咱对这会当了解古早人迄个时代的人的想法，因若有另外一个有穿衫的，甲一个无穿衫的伫握手，为什么握手？若无穿衫就代表神啦。这个神是太阳神啦，因为顶悬有这个太阳，是日头神啦。这个有穿衫的就是国王啦。国王甲神握手什么意思？甲伊握手就是讲神已经接纳伊成做神国的人，所以伊用神，伊就是神来管理因的国家，所以因的百姓拢甲因的国王当作神来拜，算神族的人。因的太阳神伫迄个所在日头神光，希腊啦，还是罗马，还是波斯，因的名无共。你看，Helios 那是希腊的太阳神。若讲阿波罗咱拢较熟啊。阿波罗就是罗马的太阳神啦。密特拉就是波斯的太阳神。这个国王讲家己是神就对啊。这个国王家己讲家己是神，这个国王是啥样呢？就是对人头山咱较早咱咪有讲过人头山，建做迄个人头山的迄个国王，就是这个啦。安尼。伊讲伊是神啦，伊死后那变做神，人爱甲拜，所以做足大森林山顶要互人拜嘛。对，到最后拢剩一个头，一粒头尔。最后迄头拢落落涂骹，拢无去啊。所以这个是。安提奥古啊，其实安提奥古咱后来以后会讲的安提啊，其实拢是这个名来。圣经内底安提啊，都是直接翻译做安提奥古。即摆咱来讲泰坦是咧希腊内底上界来生的神啦。这泰坦一族，因几族的因一族有哪是12个就是讲因第一批出现的新族。出现的神叫做泰坦。泰坦伊就是有一个管天的，甲一个管地。管天的就是老爸乌拉诺斯，管地甲管天的两个人结婚，就生12个囝。管地12个囝就是12个神。盖亚就是因的生了6个查甫，6个查某，后来就是12个泰坦的神啦，元素啦。这个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讲泰坦的神呢？因为后来奥林帕斯甲奥林帕斯的神相战，因战败，这个战败，所以后来希腊的神拢变奥林帕斯的。就是变宙斯啦，宙斯做总将官。
是，迄是第二代的神吼。咱爱小可了解希腊，因为足侪艺术对遮来，小可了解较知影因是咧创啥，较知影因是咧变啥个梦。是，所以因的爸爸就是叫做即个乌伦努斯，啊来伊的妈妈就是盖亚。盖亚。因拢做爱12个吼，像迄以色列嘛是12个民族，对吧？因遮有那12个神，后来你看奥林帕斯有那12个神。即个海神吼叫做海神就是伊的中囝，伊的大汉囝。伊的大汉囝吼，就带因小妹嘛吼，就变翁仔某。因有生3000个查甫，3000个查某。因3000个查某要创啥海神3000个，就是要管逐条河流啦。另外咱有一个迄个铁达尼号，铁达尼，就是对泰坦即个名来的。对哦，咱拢毋知影呢吼。铁达尼原来是安尼啦。泰坦就是就是希腊的上早的神，毋过上早的神，铁达尼号随开水就随点落啊。有无？神迄个神无效啦。随点落。这嘛是马赛克咧。这有咱马赛克牌啊，咱是因是用画的，像迄咱即摆素描安尼吼。这个是月桂树吼，咱知影阿波罗吼，互丘比特的箭甲射着。我讲互丘比特的爱就是种爱神的箭啊射着吼。你着爱对方啦，爱到什么程度？爱着甲惨死，咱台湾人讲爱着甲惨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阿波罗迄个丘比特甲射着啦，爱说爱一个查某囡仔。迄个查某囡仔都无爱啊，都无爱伊啊，要安那？迄个查某囡仔就叫因老爸甲伊变做一丛树啊。安尼伊就无法度通甲爱啦，因为伊直追求阿波罗，伊直甲追求伊就无爱，要怎无法度通得闪，所以迄个查某囡仔就叫因老爸是海神啦，河神啦，就叫甲伊变做一丛树啊。就是迄个过树，阿波罗知影以后，拢揽迄丛树啊，伫遐伤心，足艰苦诶，爱着得惨物，爱袂着甲惨死啦。即个吼伫咱顶界嘛有讲过无？伫维也纳诶艺术史博物馆吼，有人用象牙刻一个月桂，足水诶吼。对，迄个有够水，迄个象牙刻诶，足有，迄个刻足有。去维也纳爱看迄个。是艺术史博物馆这规足济诶吼，其实咱拢袂熟悉，无认，毋知影这啥啊啦吼。这就是拄则老师讲诶这个海神，是ocean吼。可是伊诶名就是咱即摆讲迄个大西洋诶名叫 ocean，就是用伊诶名嘛。Oceanus，对 ，ocean 是足早诶，然后，所以伊家己代表海，拄则老师讲诶吼，伊诶囝内面有叫做什么？伊诶囝叫有亚细亚对吼，伊诶囝伊有生3000个查甫，3000个查某诶呢。其中咱来讲两个，就一个名做亚细亚，亚细亚就是亚细亚啦。一个欧罗巴啦。正诶有故事啦，但是欧罗巴诶故事较济啦。欧罗巴就是讲迄个宙斯吼，后来迄个新诶12个神，就是奥林帕斯诶迄个12个神，迄个总管，迄个主任神咯，就是叫做宙斯嘛。宙斯吼，有那是爱着一个查某囡仔足水，伊足水诶，叫做欧罗巴公主。要安怎办呢？伊毋敢。因为伊做神啊，袂使明抢啊，安尼无道理啊吼。伊就变做一只牛啦，变做一只足水诶牛。所以你去希腊就看到足济牛啊，拢刻甲足水，拢用金诶。伊就一只金诶牛啊，足水诶。迄个欧罗巴公主看到只牛足古水、足水，就甲骑起哩。骑起哩，从我飞起来，从我甲飞克里特岛。从我踮克里特岛。从我关伫克里特岛，伫遐生囝，并且欧洲、欧罗巴就是欧洲人的
祖先啦。嗯，因为祖先就是伊生的啦，就是欧罗巴公主生的。是，所以欧洲叫做欧罗巴州啊，Europe。哦，是安尼，嗯，嘿嘿嘿嘿，是安尼假的啦，毋是真正。对，这拢是人想出来吼，啊，这嘛是最厉害的啦吼。宙斯哦，宙斯做神哦，伊是总将军啊，伊是上大的神呢。啊，要爱一个查囡仔，有那是毋敢明抢咧吼。所以因的神其实毋是上厉害的啦吼。啊来，即个就是嘛是看人共款有啥物，有即个七情六欲的吼。啊来个有啊，你啊骑牛嘛，骑去个牛顶，迄只牛会飞哦。吼，是。对东边哦，飞去西边。啊，伊这就是本地伫腓尼基，就是即摆以色列海边遐啦，也叫做腓尼基啦，迄个地中海的东岸。啊，对遐吼飞去克里特，啊，克里特毋是伫迄个地中海的中部啦嘛，伫爱琴海骹。对，观众朋友，咱欺骗来的即个爱情，敢是真诶吼？因为安尼咁好安尼。啊，这个是拄好拄则老师一定有讲过吼，即个月桂树，嘛是欺骗诶吼。拢用马赛克牌的，你都知影讲，即个博物馆全世界来讲，无一个马赛克的博物馆会当像即个遮尔大，啊牌的内容遐尔好。所以拄则老师讲的迄个故事，就是讲文明啊吼，为文明对东方刷去西方啦。因为文明的发展，拢是诱发啦伫个历史的叫做两河流域嘛，对无？啊，遐在地中海东岸遐嘛，咱今仔日讲的故事，加奇安代普，就是地中海边啊尔，佮诱发啦伫个中。所以咱来去读圣经的时呢，其实拢会当看到遮的名吼，即本敢有较清楚，还是搁较乱啊安尼。不要紧，会当搁转去看重播吼。即个故事为虾米咧特别讲即张吼？听讲即张是。特别讲即张就是吼，对，你看迄个有动感，迄个女性有动感，动感来讲，伊安尼转一个身，啊，迄个飞起来，伊个头颈就飞起来。啊，你看伊飞起来是毋是安尼一撇？是。甲迄个运动器材，迄个。Nike。Nike 同款嘛 ，Nike 毋是安尼画一撇嘛，也就是一撇啊。啊，伫法国的罗浮宫有一身啊，有一身战神哦，那同款伊转身，毋过是伊的裙摆，伊的裙吼，伊的裙是穿迄个种软的布料，啊，伊安尼转身的时阵啊飞起来，啊，迄个裙有安尼一撇。是。啊，迄个一撇的 Nike 就用迄个一撇来做伊个商标。原来就是安尼，原来 Nike 的即撇是为遮来的哦。想讲，为虾米有一个一高一高，有观众朋友有动感的哦，是运动的器材上界有名的牌，因为鞋啊啦、衫裤啦、帽啊啦，伊逐项都做。运动的物件伊拢做啦，有无？足大的牌子。对哦，所以咱就想着，其实咱讲遮尔济奇奇怪怪的即个故事吼，拢是人编出来吼，但是有一个是真诶，即个书道行传内面有写真诶。17章24节，迄个创造世间甲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既然是天地主，无徛起手做的殿。伊无徛起，你若要起一间厝互伊住，伊毋免徛起迄个殿啦。你是一个生意啦吼，但是伊毋免徛踮你起的厝啦。是，所以伊是无互人诶，无互人诶手，伊无互人诶手服侍，你免甲服侍伊就会活。毋是讲你甲拜伊甲有诚做神，你无甲拜伊就毋是神啦。迄是普通的希腊的神话啊，吼！啊，真正的神毋免你拜吼。那亲像伊有所欠缺，是家己用
是家己用活命喘气甲万米互种啦。伊毋但无欠亏哦，伊阁是甲用活命互你的喘气，互你有所有的物件会当看会当食，迄拢是伊互你的。所以耶和华上帝，咱拜的上帝就是迄个会互咱物件，毋是咱互伊。咱无法度互伊啦，咱起厝互伊徛毋免，你拜拜用足侪物件互伊食毋免，伊拢毋免。是，毋对吼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若会感觉讲，有的人是安那规台湾洗透透去拜对无？我烧银纸有无？烧足侪钱互伊开着。讲爱烧足侪银纸互伊开，啊无伊无钱啊。讲迄个神诶无钱通开。对哦，所以欢迎你来熟悉阮即个独一的神吼，伊是真正真正诶神吼，真正诶上帝啊吼，无即种啥物个抢人诶某即类，还是讲共欺骗吼。欢迎你来熟悉。好，观众朋友看到遮会甲家己试一个赞哦，多谢今仔日来捧场诶吼，拄则有看到美笑吼，来后礼拜一下暗，同一个时间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1:10，搁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。多谢观众朋友，多谢老师。多谢。对，今仔是普洱节呢，即两天是以色列的普洱节吼。就是人要甲海啊，反转海家己迄个节啦。是哦，有兴趣会当去看以斯帖。好，安尼后礼拜再会。